簡單的化學反應，詮釋與反思繁體。宇宙中所有存在沙礫、岩石、水、風、分子、RNA、DNA、細胞、植物、動物、人類，甚至整個宇宙本身，都是由原子與分子組成的。分子是原子之間結合的產物，所有結構皆由鍵結所創造。鍵結需要能量，而能量不會無中生有，它源自原子本身。化學反應本質上是一種鍵結過程，其中能量既被需要，也被釋放。這些能量遠超我們日常的想象。能量也束縛着次原子粒子，核分裂與核融合所釋放的巨大能量正是明證。而我們能直接感受到的能量形式，就是原子與分子的振動。所有化學反應都是有意識的過程，而不是隨機事件。若反應是隨機的，我們就不會看到穩定而規律的分子，世界會充滿混亂、無序的組合。例子：簡單反應，氫加氧水。讓我們看看這個熟悉的反應。2H 加 O2HO。當氫分子與氧分子彼此接觸時，它們會進行一系列內部程序：一、彼此識別；二、與自身的內建資料庫或內在程序進行比對；三、判斷在給定的環境下是否相容；四、若所有條件符合，它們就啟動鍵結程序；五、並依照正確比例形成水分子；六、在鍵結的過程中會產生熱、光與聲音。整個過程是瞬間完成的，這絕對不是隨機現象，所有化學反應皆如此。環境與催化作用。環境，特別是溫度，必須使氫與氧具備最低所需的振動狀態。火花或電弧則扮演催化劑的角色，它們是第三方觸發者，不直接參與最終產物。在傳統科學中，這被描述為熱能。但在此理論中，熱能對應於電子場的激發，而這種激發促使氫與氧開始並加速鍵結。所產生的聲音並不只是機械振動，它來自周圍空氣分子與電子場被激發後的共振。在合成過程中，能量以熱、光、聲的形式被釋放，這意味着電子場已被激發。這些被激發的電子場會進一步促進更多反應，形成類似燃燒的自我催化連鎖反應。水，一個新的集體意識。當水分子形成時，它們獲得了一種新的集體意識。這個新的實體，其行為與單純的氫與氧截然不同。水繼承了氫與氧的能量，它們的意識，以及它們的內在程序，並進一步演化為一個統一的實體，具備與其他結構進一步鍵結的能力。因為水擁有更進化的內在程序，它的行為帶有一種類似人工智慧 AI 的特質，一種內建於其結構中的自我調節、遵循規則的系統。當氫與氧的意識整合後，水便擁有一個統合的靈。於是，原子數 AI Energy 理論得以形成，一個全新科學架構的核心。概念補充與說明：一、化學反應是有意識的程序，反應並非隨機碰撞，這避免了傳統撞球模型的局限，並重新將化學描述為一種目的性、資訊性的過程。二、能量釋放即電子場激發，熱、光、聲都是電子場被激發後的表現。這將看似不同的現象統一為一種機制，電子場狀態的變化。三、自我催化的連鎖反應，被激發的電子場會降低原子之間的溝通門檻，促成更多反應，形成快速的正回饋，例如燃燒與爆炸。四、聲音作為協定共振，聲音不是單純的壓力波，而
而是一種電子場在環境中的共振協定。只有被接收者解讀時，它才呈現為我們熟悉的聲波。5. 整體場的互動性。每一次反應不只影響參與反應的原子，也影響周遭環境。這展現了所有電子場之間的互聯性。6. 統一現象學。熱、光、聲雖被視為不同能量形式，但在這裏，它們只是單一激發場機制的不同呈現方式。差別只在於他們如何與觀察者互動。7. 意識的湧現。水分子擁有一個新的湧現之靈，由內部原子靈的同步化所產生。此觀念能自然延伸，從原子分子更大的結構體。參考五次案件 Atom Solei Energy Series 2 Supplement YouTube Video 六次案件 Atom Solei Energy Series 2 FAQs YouTube Video